主席。我見到咧文件上面都有講翻啊，公屋資源係應該合理咁運用，喺16段嗰度咧講咗話，而家房委會會採用三管齊下嘅方法去打擊濫用公屋。咁想問下咧，其實咁多年嚟咧，退翻嚟嘅其實都唔多嘅單位，可能每年得嗰100幾200或者300個單位退翻嚟。咁究竟呢個成效係幾多咧？即係我哋做咁多去打擊嘅濫用，咁成效或者係個小組佢究竟係真係可以巡查到幾多？真係可以用啲咩方法可以針對呢一方面？咁我見到第10段嗰度有講啦，點樣可以充分咁樣發揮每一幅公營房屋嘅用地發展潛力？其實我有睇到咧，點樣去公營房屋用地嘅地積比率點樣可以增加？呢個係咪可以做一個詳細嘅研究？咁第17段嗰度啦，又講16同埋17咧都有講翻點樣可以做一個原址重建嘅潛力。雖然睇見文件上面講到需時咧係需要10幾年啦，你而家俾一個例子俾我哋啦，白田村重建仲係進行緊，但係需要10幾年。但係睇翻之前嘅文件咧，起一個公屋咧，其實都差唔多要10幾年啦。有時你哋話因為地區嘅問題啊，或者係啲道路嘅問題，可能預見地下有岩石嘅問題，做啲地下重整咧都要時間好長。咁會唔會係因為好多呢啲高齡嘅樓啊，高齡嘅公共屋邨，其實一路都會有陸續都會有好多。如果我哋唔做一個長遠嘅發展、長遠嘅計劃咧，一路呢啲公屋就係老化完之後，佢哋又唔會重建，但係又可能一路咧丟空用唔到添，咁會唔會係政府或者當局咧會有一個長遠嘅計劃，點樣去做一個全香港去睇翻佢哋嘅公屋嘅發展潛力，或者點樣去善用翻現有而家嘅公屋，再去做一個重建？